大基本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俗语咧讲，万牛搞犀牛，这个意思是讲，较贫惰、较懒死的人做代志较无规矩，常在找借口理由来闪责任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“绕”，它日有绕。第7条，某人读做“绕”，绕就是小便。若是白绕的讲，咱讲是绕道；若是讲绕坐底这个物件，咱讲是绕带。正食放尿，咱讲一个人正搞尿；若是想要放尿，搁再忍调咧，咱讲是禁尿。另外，古早新小便的器具，咱讲是绕桶或者是绕壶；查甫公共便所新尿的器具，咱讲是绕斗。另外，搁有考试啊叫囡仔放尿，咱讲是屎尿。尿的臭味，咱讲是臭尿嫌味。某一个词讲无屎无尿，代表讲是含屎尿就不如，意思是讲一个人不得不亲。带大家做过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尿珠啊，这个意思是包人的，或者是铺地面床新尿的用品。某人讲是尿被啊，要过尿被啊，还有另外一个意思，讲是膀胱。另外，若是包尿珠啊，引起皮肤过敏，咱讲是尿珠啊膏。第二个词读做搞屎尿，里面的意思是讲一个人步边爱放屎放尿。混话来讲，就是形容一个人做代志真龟毛、尿尿毛毛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为爸母带细汉囡仔出去旅游，坐车坐长途，烦恼囡仔搞屎尿，要上车进前会先替囡仔注尿珠啊，因为是有需要才用。论真讲，万免惊歹势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绕，另外一个音读做尿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